快的歌哦。悲哀的悲哀的。音乐不太高，还好，对。沧桑版。对你这样很畸形。我们已经够畸形了。我今天什么都没准备。准备嘛，就是为什么会带乐器来？是因为刚拿去修，因为那要鉴定一下有没有好啊。大家帮你鉴定一下。修的好。修的师傅还跟我说你是不是好几年没拉了，这样非常尴尬。你没有准备任何东西，怎么办？小豪来吧。你要什么？就你要我不晓得，我是一个伴奏的人。我也想要当伴奏的人，所以大家就装死。非常很好。那乱就。看你，看你。就先来个 chord。先来个。你看我连肩垫都掉了，只好拿人家衣服来垫。是一定要有肩垫。我的习惯。
Thank you.